我之前一集關於生物醫學嘅片裏會提及 AI 技術嘅升級必定會改變全球醫療產業格局嘅技術，而當中我提出最快見到成效嘅醫療領域咧，必定係癌症治療嘅技術，而且會係最率先因為結合咗 AI 嘅高算力而產生顛覆性嘅商業模式。原因係好簡單，喺人類醫學歷史，癌症一直都係投入資源最多、人力同埋研究時間最長，同時都係失敗率最高嘅一個領域。全球無數醫療科技企業每年投放數以千億美元計嘅研發資金，希望可以揾到更精準同埋更安全嘅治療方法。但係真正能夠成功完成第3期大型臨床試驗嘅，並且最終實現商業化嘅產品少之又少。即使有啊，亦都因為費用過分高昂，根本算唔上係正式投入商業應用。每一次癌症治療技術出現重大突破，市場上嘅反應都唔止係醫學上嘅興奮，更代表住整個投資市場重新評估未來醫療科技企業嘅估值。美國生物醫學科技公司 Moderna 同全球癌症治療龍頭 Merck 共同宣布一項針對高風險黑色素瘤患者嘅個人化 mRNA 癌症疫苗第3期大型臨床試驗成功達到主要研究終點。根據翻研究報告顯示，疫苗配合埋免疫治療藥物 Keytruda 咁樣去使用，相較於係單獨咁樣使用 Keytruda，能夠顯著降低癌症復發同埋遠端轉移嘅風險，而且暫時未發現到新嘅重大安全性問題。呢項試驗納入咗超過1100名嘅患者，係目前 mRNA 個人化癌症疫苗領域最具代表性嘅第3期研究之一。消息公布咗之後，市場反應非常之直接。Moderna 嘅股價一度係大幅咁倍升 ，Merck 亦都係同步咁上漲，成個 mRNA 同埋癌症免疫治療板塊重新獲得市場關注。唔止係因為一款新藥成功面世，更代表住過往投放喺 mRNA 技術，終於開始由治療疫情嘅疫苗真正能夠應用到喺癌症治療上面嘅用途。企喺投資方嘅角度，新技術嘅突破同埋成品誕生，代表住成個醫療產業可能進入新一個商業周期。過去20年，全球癌症治療主要依賴住4個大方向，分別係化療、放射治療、標靶藥同埋免疫治療。呢一啲嘅技術的確令到唔少癌症患者延長咗壽命，但係亦都有同一個共通問題，就係治療成本非常之昂貴，而且好多嘅療法都係喺癌細胞已經係形成咗之後，再去諗辦法去點樣消滅佢。而今次 Moderna 嘅研究方向開始將個思維改變，唔係單純利用藥物殺死癌細胞，而係利用人體自身嘅免疫系統重新學習點樣去辨認癌細胞，再由免疫細胞主動去進行攔截癌細胞嘅成長。呢一種嘅 concept 其實都係更加接近我哋平時理解嘅疫苗。不過以往疫苗係預防病毒，例如流感、新冠病毒咁樣，而家一種新嘅癌症疫苗，並唔係預防所有人患癌，而係會根據每一個患者腫瘤基因突變特徵，度身訂製專屬嘅 mRNA 疫苗，協助免疫系統辨識殘餘嘅癌細胞，降低復發風險。所以更加準確咁樣去解釋佢嘅定位呢，係一種個人化治療性癌症疫苗。呢兩隻嘅差別呢，背後代表住完全唔同嘅醫學思維。我認為作為真正行業投資者，我哋嘅反應應該係興奮，同時要保持冷靜分析，而唔係只係跟住市場情緒走。因為真正值得去關注嘅係呢項技術到底解決咗啲乜嘢問題。首先要理解 mRNA 本身並唔係新技術，早喺新冠疫情期間，全球已經係見識過 mRNA 嘅疫苗，由設計、生產同埋大規模嘅製造只係需要短短半年幾嘅時間就已經完成。而我哋早從歷史度知道自從1796年，人類為咗治療牛痘誕生第一支疫苗，為其後嘅每隔一段時間爆發嘅疫症提供製造疫苗基礎。但係真正困難嘅係要點樣將呢套技術搬到去癌症治療。原因係在於病毒只有有限嘅抗原，但癌症唔係，每一位患者身上嘅癌細胞都可能擁有唔同嘅基因突變。換言之，即係話每位嘅患者其實都擁有住唔同版本嘅癌症病變。依照採用傳統一款藥去治晒所有人嘅方法效果未必真正咁去根除癌細胞。Moderna 呢啲次嘅最大突破唔係發明咗 mRNA， 而係成功咁建立一套個人化癌症疫苗製造流程。患者完成腫瘤切除手術之後，研究團隊會先去分析腫瘤樣本，利用基因排序揾出腫瘤裏面突變嘅異因子，再透過演算力篩選最有可能引發免疫反應嘅新抗原，最後將相關資訊寫入 mRNA， 製成專屬嘅患者疫苗。更容易咁去理解成個邏輯嘅比喻就係事先去建立咗一份精準嘅通緝名單，俾免疫系統知道敵人嘅真正嘅樣貌，提高辨識同埋攻擊效率。
高算力 AI 嘅應用喺呢個流程裏邊扮住關鍵嘅角色，省卻咗研究團隊冇需要喺逐一病人嘅基因序列去分析，只係需要定製辨識良好基因同埋細胞，排除非良性嘅因子，就可以唔需要每個患者重新逐項研究。而家透過 AI 模型可以快速分析大量基因數據，協助挑選最有可能成為有效治療標的新抗原，大幅縮短咗疫苗設計嘅時間，同時提升咗準確度。AI 亦都被廣泛應用於蛋白質結構預測、臨床資料分析同埋候選藥物嘅篩選，令到成個研發流程比10年前更加有效率。我認為真正值得投資者關注嘅地方係體現 AI 直接咁去參與新藥研發、疫苗設計、基因分析以及係臨床試驗效率嘅提升。因為每縮短1年研發時間，就代表成果可以更快進入商業化階段，亦都意味住專利保護期裏邊能夠累積更多嘅收入機會。對生物科技企業嚟講，時間就係 cash flow， 研發效率越高，對企業估值越有價值提升嘅機會。Moderna 嘅成功並唔係應該睇成單一公司嘅利好消息，而係反映住成個癌症治療產業進入新一輪技術升級嘅重要信號。當然，目前公布嘅消息只係達到第3期試驗主要終點嘅中期結果 ，full data 同埋流程分析仍然有待國際醫學會議期刊進一步嘅公開，之後仲係需要通過咗國際監管機構審核，先能夠真正邁向正式嘅上市。不過呢個並唔係代表住癌症已經被攻克，只係代表住喺癌症治療嘅路上，首次喺大型第3期臨床試驗裏邊取得具有里程碑意義嘅成果。我認為真正值得期待嘅呢，唔止係一款疫苗有望成功商業化，而係佢嘅成功之後會唔會將一套平台技術複製到去更多嘅癌症上。事實上 Moderna 同埋 Merck 目前已經將相同嘅概念擴展到多種嘅癌症研究。呢一個亦都係生物醫學科技產業裏邊值得高度關注後續發展嘅重要原因。如果一條路最終係能夠貫通，我相信未來10年全球醫療科技產業最大競爭唔再只係邊一個擁有最多嘅新藥，而係邊一個能夠最快利用 AI、基因定序同埋 mRNA 平台打造真正大眾能夠負擔嘅個人化癌症治療方案。全球焦點都放咗喺 Moderna 嘅 mRNA 癌症疫苗，但其實亞洲醫療科技近年都同樣出現唔少值得係投資者留意嘅突破。其中一間我自己重點關注嘅企業就係總部設於香港嘅和黃醫藥。香港李氏家族早喺2000年部署集團轉型，香港嘅股民對李氏家族嘅刻板印象仍然停留咗喺房地產同埋港口貿易。而我喺過去2-3年嘅直播節目已經提及，李氏家族集團經過多次嘅重組由原本上市編號13嘅和黃集團轉為今日嘅和黃醫藥。李氏家族未來嘅發展中心已經轉向醫學科技。當然，好多投資者對和黃醫藥嘅印象仍然停留咗以中國市場為主嘅創新藥企業。但係如果仔細觀察近年嘅發展，你會發現佢真正嘅定位已經係逐步由一間地區性嘅生物科技公司轉變成為具備全球臨床研發能力嘅創新藥企業。今年和黃醫藥公布咗旗下肺癌治療相關研究取得到新嘅積極進展，引起咗國際醫學界關注。雖然香港相關嘅報道唔多，但係喺美國、新加坡同埋加拿大等地都成為咗行業重點關注嘅企業之一。行業專家重視嘅唔止係單一產品嘅療效，而係佢展示出亞洲創新藥企業越嚟越有能力去追近國際臨床試驗嘅實力，並且可以同國際藥廠合作開發到新一代嘅癌症療法。對投資者嚟講，呢個提出一個好重要嘅息路，因為醫療科技嘅競爭模式已經由過去依賴歐美大型藥廠主導，逐漸變成有能力者就會合作嘅模式。美國擁有最大成熟嘅資本市場，歐洲擁有深厚嘅科研基礎，中國擁有龐大嘅臨床樣本，日本擅長精密醫療設備，韓國近年積極咁樣去發展納米醫療，新加坡就集中咁樣研究醫學科技嘅銷售平台。未來真正跑出嘅企業唔一定係全部技術都由自己去完成，而係識得去整合全球唔同地方嘅科研優勢，能夠專注喺自己獨有醫療技術嘅升華。所以投資醫療科技唔係只係睇一間公司，而係成個產業鏈點樣變得成熟。AI 開始改變新藥研發嘅模式，由一個純粹輔助工具變成成個醫療產業未來必要嘅技術。高端 AI 技術喺醫學上唔係大語言模型，而係真正咁落實數據結構重新排序、大規模生物數據分析用途，將人類難以完成解透嘅資訊匯成可展示。例如一個人體嘅細胞裏邊同時存在數以萬計唔同嘅 protein， 每一種嘅 protein 之間又存在住數百萬種交互嘅作用。如果依賴人手去分析，可能要用上幾十年。
AI 就可以將佢短時間裏邊完成初步嘅篩選。AlphaFold 就係其中一個好嘅例子，佢利用 AI 預測 protein 嘅三維結構，大幅提升研究效率。以前研究 protein 需要經過多年嘅實驗先可以得出一組結果，而家唔少工作可以先由 AI 去完成 first round 嘅預測，減少咗重複工序。呢個就係醫療科技嘅真正進入 AI 時代。而 AI 最重要嘅價值唔只係提升準確率，更加重要嘅係去降低研究成本。所有產業最終能唔能夠去實現商業化，唔係未來有幾大嘅投放，而係技術會唔會能夠令到成本降低，做到真正自由現金流同埋利用回報。若然只係有投放而冇辦法去實現正比商業回報，科研最終只係消耗品而唔係商業投資。除咗喺顯示器上面呈現嘅 AI 之外，另一項受到全球醫療界高度重視嘅技術就係納米醫學。以前睇西方嘅電影都睇唔少。喺今年嘅7月，韓國發表咗一項新嘅報告，有研究團隊公布成功展示一種可以經口服式進入人體嘅納米型機械系統，指出除咗今日嘅化療、放射治療同埋質子治療，未來能夠利用呢一種嘅裝置將藥物更加精準送到去指定位置，減少健康細胞嘅損害。雖然目前仍然屬於科研同埋早期驗證階段，距離真正大規模臨床應用仍然有一段距離，但佢代表住一個非常重要嘅方向，就係未來治療癌症可能唔淨係靠藥物，而係同時用到藥物加埋智能載體。可以想象一下，今日好多嘅抗癌藥物最大嘅問題唔係殺唔死癌細胞，而係同時傷害咗正常細胞。例如化療，因為治療方法冇辦法完全去分辨邊個係敵人，所以病人會出現甩頭髮免疫力下降、疲倦、嘔心等等嘅副作用。如果未來真係能夠令到納米機器將藥物直接送到癌細胞嘅附近，甚至乎只係癌細胞區域釋放有限傷害嘅波頻，成個治療模式就會變得更高效率。參考翻現時 AI 炒作嘅主題，我哋會見到初期賺大錢嘅未必係提供服務嘅企業，而係背後能夠提供硬件生產嘅供應商。邊個會去負責納米材料？邊個可以提供醫療級嘅納米晶片？邊個設計導航演算法？邊個提供 AI 影像定位技術？邊個提供生物感應器？邊個提供高精度嘅醫療設備？有邊個負責醫院採購？邊個負責機械嘅電力源頭？如果將目前全球嘅醫療技術嘅發展串聯埋起嚟，可以見到一個具體清楚嘅發展方向。AI 負責前期分析，再到醫療團隊設計基因工程，再由納米醫療負責精準送達。我相信未來真正改變 cancer 治療嘅唔會只係其中一項技術，而係呢啲嘅技術共通形成多方醫療平台。過去2-3年股市嘅焦點，只要提到 AI， 市場第一時間就諗到幾乎都係晶片公司、雲端運算、data center 以及係硬件供應商。醫療科技雖然同樣大量使用 AI， 但係市場關注度就好似明顯較低。原因並唔係醫療科技冇進步，而係佢嘅成果需要更長時間先能夠證明。一間 AI 軟件公司推出一個新嘅 product， 可能1-2個月就會知道市場嘅反應。但一間生物科技公司，就算研究方向完全正確，由實驗室研究開始到生物實驗，再進入去第1至3期嘅臨床試驗，最終完成送到去監管機構審批，往往需要8至15年，甚至乎更長時間。所以資本市場一直俾醫療科技較大嘅折讓。好多 fund manager 唔係話唔相信技術而係考慮到投資期嘅時間太長，唔想去等。不過我認為呢一種情況正喺度開始出現改變。AI 真正改變嘅唔止係醫療，而係研發效率。AI 最大嘅作用唔淨係幫醫生去睇片，真正改變咗成個產業估值嘅係 AI 開始壓縮成個藥物研發流程。以往藥廠要揾一個值得研究嘅新藥標靶可能需要幾年嘅時間，而家 AI 可以利用龐大嘅基因資料、蛋白質資料同埋臨床數據，先篩選出最有機會成功嘅候選目標。再利用 AI 模擬藥物同埋蛋白質之間嘅結合方式，預測邊一種分子係最值得投入資源。最後喺臨床試驗階段， AI 又可以協助分析患者嘅資料，提高病人招募效率，甚至乎咁快揾出邊一啲嘅病人最適合接受邊一種嘅治療。呢一種嘅改變，單獨嚟睇好似只係節省咗幾個月，但如果係成個流程，每一項環節都慳幾個月，累積起嚟就可能係提前1至2年嘅完成商業化。對藥廠嚟講，縮短1至2年嘅差距，代表住專利保護期裏邊可以有機會額外產生數以10億美元嘅收入。所以從商業投資嘅角度， AI 改善嘅唔止係科研效率，更係直接咁改善咗企業未來嘅現金流。
而任何能夠改善 cash flow 嘅技術，資本市場都會重新為佢哋去重新定價估值。今日嘅 Moderna， 如果未來只係得一款成功嘅癌症疫苗，佢固然係一間成功嘅企業，但如果佢證明到成個 mRNA 嘅平台可以快速延伸到去黑色素瘤、肺癌、大腸癌、胰臟癌、腎癌，甚至乎部分傳染病同埋罕見疾病都同樣能夠應用嘅話呢，咁樣市場嘅評價就唔再係單一產品，而係一個可以持續產生新 product 嘅平台。同樣 AI 藥物研發平台、基因定序平台、蛋白質設計平台都具有相似嘅特性，所以未來醫療科技真正嘅競爭唔係單從邊一個推出最快嘅新藥，而係邊個擁有最有效率咁去實現商用化。除咗今日美國企業，澳洲嘅 Prometheus 提供咗另一種醫療科技嘅成功模式。講到醫療科技，好多人第一時間諗到嘅係藥廠，但其實醫療科技遠遠唔止係藥物。澳洲上市公司 Prometheus 就係另一個值得研究嘅例子。佢並唔係研發癌症藥物，而係專注於醫療影像資訊系統。旗下 Visage 平台主要提供高效能醫學影像管理同埋診斷解決方案，服務大型醫院同埋醫療機構，受惠於醫療數碼化同埋雲端影像需求增加，加上持續攞到大型醫療機構合約，業績同埋盈利能力可以保持到強勁嘅增長。多間美資大行內部亦都俾到好高嘅估值。我唔係要提供投資買賣建議，而係一個生物醫學產業上，並唔係只係得美國獨大，而係更應該放大自己嘅眼界，睇一下其他嘅 market。對於今日市場已經係熱炒嘅行業同埋股份，要用理性評價今日嘅估值，對大部分投資者嚟講咧，都未必會容易接受。而我認為真正值得投資嘅產業，有時未必只係得今日市場最熱門嘅產業，而係嗰一啲已經開始出現技術突破，但係市場仍然低估咗佢哋長期影響力嘅產業。人類對醫療嘅需要，基本上任何時代都不可或缺。一個值得用10至20年嘅時間去觀察嘅產業，每一次理解得更深入，就代表住人類距離精準治療更近一步。當然亦都要提醒翻大家，雖然我認為醫療科技係一個值得投資嘅產業，但同時亦都係一個高風險產業。任何一項新技術都需要經過嚴格嘅臨床試驗、安全性檢驗以及監管機構審批。即使第3期臨床成功，亦都唔代表住未來一定能夠係取得龐大商業回報。企業仍然要面對住市場競爭、專利保護期限、生產成本、醫療保險支付政策，以及係各國嘅監管制度嘅等等嘅挑戰。所以作為投資者，我哋唔應該淨係為一條嘅利好消息就盲目認定成個產業冇風險。真正成熟嘅投資唔係追逐每一項熱門 concept， 而係理解技術演進嘅方向，建立長期觀察名單，等到個商業模式逐步成熟再按照自己嘅風險承受能力配置合適嘅投資比例。我相信未來20年 AI 同埋生物醫學科技嘅結合，將唔止係醫學上嘅革命，更有機會成為資本市場嘅其中一項成長引擎。今日我哋見到嘅呢，或者都只係一款癌症疫苗、一項納米技術，或者係一份亮麗嘅企業業績。但企喺更長遠嘅角度，我更加期待嘅咧係一個由 AI 作為切入點，喺基因工程、精準醫療同埋生物科技共同建立嘅新產業生態形成。而呢個產業具備可持續性發展，最值得我哋耐心研究同埋持續追蹤，亦係最值得長期關注嘅投資方向。我 Lachlan 加油！